啱問咗 Clock，可唔可以講俾我聽文化大革命嘅歷史？佢話呢個當然可以。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，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，係中國現代史上最動盪、最爭議一段時期，持續咗10年，1966年至1976年，對中國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造成極大破壞。以下用最簡單粵語講下佢嘅來龍去脈，時間線同後果會盡量客觀，用主流歷史共識嘅事實為主。點解會發生？主要原因，毛澤東喺1960年代覺得黨內有好多人，包括劉少奇、鄧小平、周恩來身邊嘅人行修正主義路線，類似蘇聯赫魯曉夫咁，會令中國復辟資本主義。大躍進1958至1960失敗後，佢嘅權威受損，想重新鞏固自己嘅領導地位，想繼續革命，清除舊思想、舊文化、舊風俗、舊習慣，簡稱破四舊，培養新一代革命接班人。國際上中蘇關係惡化，毛擔心中國會變成第二個修正主義國家。簡單啲講，毛係想利用群眾運動嚟打擊黨內走資派，同時重振自己嘅絕對權威。2. 時間線主要階段：1966年5月至1966年底，發動階段5月16日，中共中央發516通知正式開始。8月中共8屆11中全會通過16條，毛親自寫大字報，炮打司令部，全國學生組成紅衛兵，喊造反有理，開始破四舊。掉爛啲文物，抄家，批鬥老師幹部。北京紅8月，好多老師知識分子被打死，被迫害。1967至1968年全面奪權，武鬥高峰。1967年1月，上海1月風暴，造反派奪地方黨政權力，全國各地出現全面內戰，紅衛兵分裂成唔同派系，保皇派 vs 造反派，用槍爆武鬥，死傷極多。例如廣西、湖南、重慶等地大規模屠殺，甚至出現人係人嘅慘劇。1967至1968年軍隊介入，資助成立革命委員會，勉強恢復秩序。1969至1971年林彪事件，1969年中共9大林彪被寫入黨章做接班人，但1971年林彪出逃，飛機墜毀蒙古。913事件，毛澤東嘅威信再受打擊。1972年至1976年後期混亂加四人幫，周恩來、鄧小平一度復出搞整頓，但江青、王洪文、張春嬌、姚文元四人幫繼續搞極左。1976年周恩來、朱德、毛澤東相繼去世。10月6日，華國鋒、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，逮捕四人幫，文革正式結束。主要後果影響死亡人數估計由幾十萬到200萬不等，主流學術估計係100萬到200萬之間。包括武鬥自殺、迫害致死，數千萬人被批鬥、關牛棚、勞改、經濟停工停產、教育癱瘓、大學停課、中小學鬧革命、中國經濟倒退、文化大量古蹟、書籍文物被毀、故宮、孔廟、敦煌等都受波及，知識分子被羞辱，傳統文化斷層，社會家庭分裂，子女揭發父母，夫妻反目，信任崩潰，人人自危，政治黨政機關癱瘓，公檢法被炸爛，後來靠軍隊同革命委員會維持。官方中共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定性，由領導者錯誤發動，被反革命軍集團利用，給黨、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，
絕大部分歷史學者都視為一場浩劫。文革結束後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1978年起，鄧小平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唔再搞政治運動。呢個轉變同文革嘅慘痛教訓有直接關係。如果你想知某個具體事件，例如紅衛兵之稱上山下鄉、林彪事件、廣西大屠殺，或者想聽某方面細節，再同我講，我可以再深入啲解釋。咁啊，似乎戰爭同埋呢啲政治運動過得長，即叫做完咗。去到依家，譬如去60幾年，去到七十年咁上下係咪啊？60年啦，66年、126年、60年，而二戰結束，二戰45年，依家呢就係呢個80年左右，即係60年到80年，咁又重新開始，又想搞政治運動，又想搞打仗，人類就係隔得耐少少，佢就會開始想做。呢一打完仗就開始反戰，搞完政治運動就開始反省，然後隔幾廿年又再嚟過，循環不息。